后来乡亲啊，伫要过年咯，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写春联，甲市民来拜早年，希望福运拢来，福运拢来。啊，这样副总统。 这个蔡英文甲赖清德嘛联名推出着春联甲红包袋啊，这嘛是台湾民选总统了后，前后任的总统第一届联名嘛创下着纪录，啊支持者是小真特别爱。下会立起来给大家看。 出手来写新春祝福，为着要迎龙年，台北市长蒋万安春联题字福运龙来。 福运龙来，福运龙来，取这个谐音，就是好运都能够来到啊！祝福所有市民朋友，新的一年一切顺心、平安健康。那这一次我们整体设计就是透过正气啊、福气啊整个概念做自己的设计，还有整体风格构图，所以目前其实还蛮多市民朋友前来索取。 含20万份的万安春联，民众会当伫台北市政府的大楼和区公所免费来摕。换洗成为旧年的兔年春联，顶悬有印万安2字，互人讲是普普塔塔，今年就较保守啊。 我们其实每一次都会跟书法老师还有团队一起讨论。那今年我们希望取这个谐音哦，龙年好运东来，福运东来哦，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很单纯的想法。那是万安春联，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联名的春联，红包乐啊嘛是人人爱。春联顶悬有2个总统的名，是台湾民选总统了后头一摆前后任总统联名。另外，准立位市卡心的新年春联，无用红色，颠倒用黄金色，还佫有台北市议员黄静莹发挥创意，写容易发财、容易脱单，要成少年族群。 希望所有单身的男生、女生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正缘。这么大张贴在自己家的门口，绝对可以找到属于你对的对象。政治人物用春联来比拼，比人气，比创意，互大家新年祝福的同时，嘛互大家新的话题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